我又赢了，不好意思。哎呦呦呦呦！小心点，你已经喝多了，要不然奴才扶着您回房休息。那些折子咱明儿再看。就是啊。不行。皇上您小心点。这样。哎，你小心小心。李公公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去给皇上端碗醒酒的汤来，我来照顾他。好，好好照顾皇上啊。没问题，去吧。好，小心一点。罗小弟，你干嘛去？这边，这儿。好了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走。来，罗小弟，慢点。罗小弟，罗小弟。小弟，你先睡会儿啊。果然有那件勾引，这个字迹怎么那么熟呢？难道是他？皇上，这李一欢呐，他已经偷看了黑狐的密奏了。这也就是他返回来的用意。他不可能劝降那些潜民余孽。皇上，你还要放他回去吗？皇祖母，一欢虽然偷看了黑狐的密奏，但并不代表他对孙儿的承诺就是假的。孙儿愿意再相信他一回。如果他真的能劝降李定国等人归降大清，那远比派